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7日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节目一开始来关心出名的在地食食到饱的自助餐厅香香信记店，那亲像是传出食物中毒，因为有民众食煞了后并腹想要吐，有9个人去通报。台北市卫生局已经介入调查，要求先停业。集团有发出声明，讲会配合调查，厘清原因。顶级的羊排伫咧铁棒顶头增加恰恰，享平集团旗下食到饱的品牌香香，伫台北市信义店对46楼看落去风景真水，煞出现敢若人客食物中毒的情形。这么多好食的料理，互人看到就爱食，抑过有人食了煞身体无爽快。有网友伫社群平台问讲，敢无人伫咧1月初5食蜜蜂信义香香，隔当天出现食物中毒的情形，胃寒、想要吐、头晕、头痛、发烧。腹肚痛搁闹，无想到讲邀其他人回复讲，甲朋友3个人中昼食煞了就吐搁闹，而且哪这组人？卫生局今日接获医院通报，有民众9人于1月5日至知名自助餐信义店用餐后，于1月6日起陆续发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并至医院就医。网络顶真侪人伫咧讨论，台北市卫生局接到报案也派人到现场稽查，因为通报人数超过6个人，卫生局已经要求香香信义店停业。稽查了后也发现冰箱的食材无砍挂，壁无清气，要求催查进行改善。卫生局今日前往稽查，查获冰箱食材未覆盖及部分墙面不洁，责令于1月10日前改善完成。其届复查如仍不符合规定，将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8条及第44条，处6万到2亿元罚锾。养平集团表示，伫初7接到人客通报，初5伫香香信义店食饭了身体无爽快，已经调查代志可能的原因，并且是改善卫生局所提点的事项，同时进行人客关怀甲联络。并且自初7暗到初8中昼进行自主查核、甲全面性清洁消毒的作业。因过互人客讲，因拢有食到干贝、沙西米甲青鱼，因为即款干贝食材拢已经无啊，即马伫咧等环境检体结果，上紧伫1-2礼拜了就会出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另外，嘛是上新的消息，这是歌手曲君，伊涉嫌是弄死一个姓李的排班计程车司机。若弄到迄当时，伊车无停，佫做伊走，而且佫去唱跨年演唱会，昨昏是互检方约谈，尾也互法院裁定收押禁见。有什么话想跟家属说吗？你小心。好，来小心。要不要道歉？要不要道歉？对记者的问题拢无回答。歌手曲君涉嫌伫去年12月27透早开车冲撞2位计程车司机了后逃走，其中姓李的查甫人伫今年1月初3伤势严重不幸死亡。贵人地检署检察官昨日到传唤曲君到庭应讯了，认为伊有逃亡串灭证之余，向贵人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检察官讯问后，认邱某涉犯刑法肇事致人死伤而逃逸罪、刑法过失致死罪，其所涉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勾串证人及灭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贵人第二伫昨暗9点开庭，法官认为曲君的手机也无经过所谓海环，依然有被远端操控删除内容的可能，无法度用拒保来防止。裁定收押禁见2个月，曲君将会伫咧看守所过年，暗时被带去哩警备车送去贵人看守所。曲君的老母伫初7点网络顶发文道歉，并且讲代志发生迄当阵有去关心对方，不过对方拢袂记认。因那死亡的姓李的司机因家属表示，曲君是成年人，就要家己面对，伊家己拢无来插，天理不容。曲君的经纪公司崔志涵发声明，讲曲君对公司安看这件代志，继续登台表演，已经违反合约，会甲律师一个其他合约方研究甲曲君解约。公司新闻综合报道。
也那新北市三重埔有一搭工地建案在挖地基，所害隔壁人家厝规个放弃，加载是无造成伤亡。新北市政府有赶紧甲民众疏开撤离超过200个住户，即马经过鉴定，昨下晡有开放予住户登去厝里摕物件。也那市政府嘛有找建商受灾户召开协调会，建商有先提供慰问金，嘛讲会赔偿。过去一直在做工课，初7早起，加速清除厝的残骸。倒了！居民亲目睭看到厝倒去遮尔惊险的时阵，附近的住户红紧急撤离，但是物件拢袂复杂。那个猫来我们家才5个月，还生了4只小宝宝，那他们现在母子都5只在里面。听到184瓷砖掉落，马上3秒钟，整个房子都倒下来，我就赶快开门叫老公赶快跟小孩子逃出来。代志发生在新北市三重埔的6张街，一个建案的工地在施工过程中造成零损。新北市公务局原定要先拆190户的厝，但计2间的184户却颠倒成倒。崩塌这个有涉及到原来的整个地下室的开挖过程的工序，甚至在整个降水过程或者是在抽水过程有无异常的一个讯号。官方初判是建商挖地基造成这个意外，但是详细调查原因，搁要等后壁的厘清。接落来嘛要调查建商在施工的时阵使用的挡土的条啊，敢会当有效来挡水，防止流出来。敢有经纬的所信。今天早上我们也会同了技师工会，会逐户的逐栋逐户的去做内部去做一个检视。工务局讲，目前先拆除工地2边的隔壁间，嘛一户一户检视4户地下的徛家，而且在初7下晡开放住户登去厝摕物件。这是专案疏散900个人，才侪居民徛家受损，市府嘛含建商受灾户召开说明会。房屋没有，可能每个人都是不甘的，对。我相信是有离岛的，但是还有地下室的协商。过年还是要过啊，不然怎么办？日子还是得过啊。你方便说明一下今天大概说明的内容吗？不好意思，我们有下一个进度再跟大家报告。涉案的建商在会后无愿意加讲，但是新北市副市长朱特基表示讲，建商有提供慰问金，而且承诺讲以信托的方式来处理未来赔偿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在咸乡市，咱先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气象署伫透早有针对苗栗发布低温特报。咱来看分图。透早中部以北、宜兰低温大约是11度至13度，也那南部今仔日花莲、台东今仔日低温是14度至16度。也那日是北部、东半部高温有17度至21度，中南部的高温今仔日有较烧到23度至25度。乡亲是爱说日是暗时温差真大，有10度以上。雨水的方面，这方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拢有局部地降雨。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嘛有南山的地降雨。其他所在也有偏乌金门马祖，今仔日是有机会看到日头。伫即礼拜会有2波冷气团影响咱台湾，因若今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马祖，敢若9度。气象署提醒，伫明仔载拜四，阁有1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到位，而且水气会变较高，天气会变做搁淡搁冷。拜五、拜六，伫西半部也有宜兰只有10度至12度，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可能会落雪。气象署表示，拜四开始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温度会搁较低，台南以北可能会出现10度到12度的低温，广阔的所在受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可能会降到10度以下。那我们预计就是说，在这段期间的话，包括现在整个西半部，然后跟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大概就是有落在10到12度左右。然后在其他地方的话，只是在15到16度这样一个温度。那当然就是说，在有些空旷地区以及金山区的平地，温度上就会再来得更低一点点。气象署表示，接落来这几天要注意辐射冷却的影响，透早气温会增加。拜二各地天气算稳定，不过对拜三开始水汽会略略增加。拜四强烈冷气团落南，而且这波冷气团水汽较高，一直到礼拜的天气拢会是淡冷。在礼拜四之后，一直到礼拜六的这段期间，包括像是在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都还
会有一些局部降雨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但是在其他地方的话，像是在中部的平地，然后南部地区以及外岛的部分，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气象署指出，后一波强烈冷气团拜四开始影响，到时阵东北部2000公尺以上，佮有中部以北2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气象署提醒民众，拜五拜六是上寒的，一定要注意衫敢有穿服够、穿服少。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因为高雄寒天，空气品质拢不好，主要是受到大陆冷气团辐射冷却效应影响，和东北风加境外污染物吹来台湾，因那伫东北的中南部空气品质就真歹。那明仔阁有冷气团要到位，毋那会变寒，污染物嘛有可能甲规个台湾和外岛打掉咧。为高雄中立市向港区方向看，规片茫茫茫，平常远远看会到的摩天轮搭伫云雾中，糊糊的这样子，这是没有办法看得很远这样。然后天空也是有点灰灰的。今天还没有特别的感觉，不过视野上确实感觉有比较雾。空气品质度红灯，主要是受到大陆冷气团甲辐射冷却影响，加上东北风带来境外污染物，下放出的中南部空品不好，地点拢伫中华以南。台北高屏地区也要注意空气的品质恶化。境外污染随东北季风南下，且清晨有逆温产生，以致有污染物累积的情形。午后扩散逐步转好，污染浓度已下降。拜四也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环境部也提醒境外污染物地类移入台湾，各地拢有空品不好的记录。星期四又会有另外一波更强冷空气下来，那这一天可能风会增强，然后温度下降的这个情形又会更加的明显。拜四了后，全台会出现低温，中部是有山友提早体验落雪，有民众爬雪山主峰，车站为大堡尖山行到雪山主峰，拄好拄着落雪。一暝过了后，翕山头全白美景。气象署也有讲，海拔2000至2500公尺的高山有机会落雪，也是落美雪。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载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咱台湾伫今年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为了要互超过800万的55岁以上的人口，成做咱国家发展的动力。民众党有立委提出壮世代政策加产业发展促进法，要要求政府爱推动国领域壮世代的产业发展。立法院调野立委无人反对，已经三读通过，明年元旦要开始实施。2028年进前，要求政府爱发布国家壮世代人口政策的白皮书。来看联合报，主计总处发布去年12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年增率是2.1%，去年 CPI 年增率是2.18%，对2022年以来连续3年超过2%的通货膨胀经界线。来看自由时报。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卫生部有证实讲，有一个65岁的患者伫住院的期间去接触鸡仔甲野鸟了后，去患着禽流感。住院期间不幸过往，是美国头一个患着 H5N1 禽流感死亡的案例。另外，咱的疾管署有公布国内上新麻疹的病例，顶礼拜个新增加4例，内底有2例是中部某一间病院的群组感染。目前这个群组案已经有16个人去患着，专案接触者3123个，有1514个人也伫受感染，这是5年来考上侪人的记录。疾管署嘛已经建议医护人员上班就要挂 N95 的喙罨。国内中部一间病院麻疹相关群聚事件，感染的人数各新增加2个。根据了解，这个中部的病院相关群聚事件，指标个案是伫12月初1发病，共班机的旅客是伫12月13发病。统计到目前为止，受到指标个案影响的中部这间病院，麻疹确诊的人数是一直在扩大，包括医护5个、看护1个，各陪病家属和其他照护人员等等有14个人确诊，病院群聚拢总16个人感染。医院相关的一个麻疹群聚的一个事件，目前的相关人员都是同一个医院，呼吁这些
家长如果小朋友还没有接种麻疹疫苗的一个小朋友的话，那还是要能够要按时去接种。疾管署讲，顶礼拜国内新增加麻疹的病例有2例是对中部病院相关群聚事件来的，其中1个是30几岁查甫的陪病者，活动范围是台北市；另外1个是40外岁看护，境外移入的部分嘛有2个，1个是对越南来的50几岁查某人，活动范围是伫咧台中；另外1个是对印度来的30几岁查某人，活动范围是伫咧高雄。对去年甲今拢总加起来有33例麻疹病例。目前中部这间病院相关麻疹的群聚事件，相关接触者拢总是3123个人，其中1514个人搁在监测，按算会监测到1月23。基本上它是空气传染的，不只是飞沫，就远远的空气都会传染啊。那第二个传染力很强，潜伏期也蛮长的。疾管署讲，国内目前是干那中部这间病院发生麻疹的群聚，暂时是无探到其他的病院。不过高雄中家病院是已经启动相关防疫措施，要求急诊的工作人员爱挂 N95 的喙暗来防护。另外，台北营总嘛表示讲，若是门诊拄到有麻疹接触史的个案，病院系统会跳出警示，要求穿防护衫、挂 N95 的喙暗。另外，台大病院嘛把麻疹列入院内疫情通报，若是发现接触史也是真相共的镜头，拢会提高警觉，要求医护挂喙网含头套这隔离防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顶个月，台中的大道专连咧起新的仓库的时候导火烧，造成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经过调查，台中市的环保局是认定讲，导火的时阵校验的污染物已经严重超过标准，违反空污法，所以即马对厂商施工单位罚500万。因为这场火灾至今嘛在咧调查，市府表示爱等第三方公证单位审核，确认是安全无问题，地方政府才会同意恢复施工。有够严的大火含浓烟一直对天顶冲起哩。台中市大道区专连成都新建工程，去年12月19发生火灾，造成9死8伤。在浓烟内面有真明显粒仔型的污染物，上远甚至是飞到彰化县去。台中市政府调查了后，认定施工单位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当罚通报的厂商500万。环保局以《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第1项第1款及第3款认为业者违规情节重大，裁罚新台币500万元。环保局监测发现讲，火灾现场红尾400公尺 ，PM2.5 的浓度上悬到每立方公尺1517微克，是标准值的5倍。一直到3点钟了后才降回来正常值，对民众健康的影响是真大。台中市都检处讲，业者嘛违反治安法，罚以上悬的30万，案件嘛移送检方侦办，厘清法律的责任。依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的规定，裁处新台币最高罚款30万元。那另有关涉及到刑事责任的部分，会移送给司法机关进行相关的侦办。专电公司第新闻资料进前拢无回应。台中市都发局讲，会等火灾的调查报告出来，检方侦办煞。那业者申请复工，会先请第三方的公证单位审核，完成安全鉴定和改善方案了后，确认安全的部分完全无问题，才会同意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西藏发生规模7.1的大地震，目前已经知影造成126个人死亡，188个人受伤，各千多栋的建筑物受损害。搜救人员即马也在救灾。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发表声明，嘛为失去性命的人祈祷。目前伫晋阳圣母峰的人文基地这个所在的观光区，拢已经全面关起来。地震在久，听到受伤的人哀嚎声，救援人员甲被逮捕的人搬出来。点过人被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心跳，往生者的家属哭甲真伤心。西藏的定力关伫初7早起发生规模7.1的强烈地震，造成重大死伤，上千栋厝损害倒去，真侪人被逮掉。有一间超市的头家讲，真侪厝拢是用土贴的，无法度挡地震。当局进行救援，伫尾暗的时阵，温度降到摄氏-8度，愈暗的愈冷，会到-16度。做好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当地一间旅馆就以大客被油气料水冲到厝外。伊讲西藏最近经历过几落变小规模的地震，所以一开始有伊是知影是甚物情形。西藏流亡政府伫即天指责中国开发天然资源，包括采矿，抑搁伫青藏高原区世界上上大的水坝。
和灾害影响扩大。When you dig the natural habitat, you will have more and more disaster that are all made by man, the Chinese wrong policy. 灾区怎么无水无电？地动发生了几点钟久内，各发生40几遍地动尾。流亡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也发声明，为失去性命的人祈祷，也希望所有受伤的人会让量早恢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天灾无情，亲像英国这礼拜天气无好，先落雪。一若雪扬起了后，又搁咧落大雨，即嘛是真侪所在咧做大水。英国落雪，为一礼拜前就开始，温度继续伫0度左右，其中部分地区也落大雨，甲尤其的雪同齐变做大水，造成全国同时出现冰雪甲大水灾2种警报。环境局指出，全国总计有150外个所在将会继续发生大水灾，铁路也受影响，几啊条的路线已经停驶。No, but it's absolutely horrific. I've borrowed a jacket because it's just horrible. I've just seen someone's umbrella turn inside out. Mortifying. Couldn't be me. So yeah, it's just about being prepared, but it's horrible. 英格兰东南方是有一个拖车后停车场已经完全浸伫水内。It's not usually come up as high as it has this year, and it has come up quick. You know, ove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ch is obviously not done us any favours when you look behind. 饮水互民众真艰苦，也毋过伫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郡，所有民众伫河水淹的道路上装储水泵。目前当地已经发布重大灾害事件警报，至少有160件大水相关的案件，已经救援59名受困的民众。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再镜头来去加拿大，加拿大的总理杜鲁道宣布清示，而且提请延长国会休会到3月24。即马是按算要对自由党政府举行信任投票，若是这个投票无过关，就会提早举行大选。最近这2天，加拿大的物价、厝价拢真悬，也有移民的问题，也有伊个人私德的问题，互杜鲁道的施政满意度降到22%的身价。This country deserves a real choice in the next election, and it has become clear to me that if I'm having to fight internal battles, I cannot be the best option in that election. 即将政权要10年的杜鲁道，初6是以党内纷争做理由，请示党主席转任看守总理，一直到3成继任者。另外，国会原定1月27要复会，不过杜鲁道已经向总督西蒙请求休会，一直到3月24嘛准啊。按算这段时间，自由党会选出新的领导人。国会伫复会了后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自由党政府举行信任投票。若是无法度过关，所落来就必须要提前举行大选。在野的保守党党主席嘛是上红看好的后一任的总理的人选，波利治伊发文讲，杜鲁道落台了后，一切拢共款，自由党是换汤无换药啊，讲只是想要换一个无共款的面，但说落来嘛是共款，搁骗4年。Now, while leaderless liberals focus on saving their jobs and fighting each other for power, the country spirals out of control, an out of control housing emergency, an out of control migrant crisis, an out of control $62 billion deficit, not to mention tariff threa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2015年以自由、平等、进步、用公政治做重点，得到压倒性胜选的杜鲁道是加拿大主政上久的领导人，在国际上被叫做是政治金童。在伊的任内是推动两性平权、大麻的合法化，应对气候的变化等政策，拢行伫世界的头前。全民气候健保、全国托儿福利等等，嘛拢是加拿大的创举。最近2年一直无法度降落来厝价、物价和移民问题，一直到伊个人私德的争议，施政满意度是降到22%的身价。对杜鲁道请示这件代志，就要卸任的美国总统拜登讲，杜鲁道一直是美国坚定未变的朋友。另外，后任的川普是伫社交媒体发文，佮一摆讲到加拿大和美国合并，变作美国的第51州。讲那安尼，唔但会当取消关税，佮会当大幅降低税，而且佮会当完全唔免去受到罗西亚和中国船只一直威胁的困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因为奥地利的总理是因为要做联合政府的谈判失败，宣布请辞，要交予第一大党极右派的自由党来做联合政府。若是安尼，这嘛是自二战以来欧洲有可能会出现头一个由极右派主导的政府。
222伫去年选举结束了，本地当地组成联合政府的谈判，莫想到参加谈判的各党欠共识。人民党籍的总理内哈姆伫初6宣布谈判失败，伊讲伊家己会甲总理和党主席的职务辞掉。Nach dem Abbruch der Gespräche werde ich daher Folgendes tun. Ich werde mich als Bundeskanzler und auch als Parteiobmann der Volkspartei in den nächsten Tagen zurückziehen und einen geordneten Übergang ermöglichen. 目前222总统已经授权予极右派的自由党主席指克来主导组内阁的谈判，这是222对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一摆予极右派主导组成政府，嘛是欧洲国家最近几年第一摆看极右派的自由党伫去年大选得到28.9%的选票，比作第一大党、第2和第3名，是中偏右派的人民党得票率是26.3%，和中偏左派的社民党得票率是1.1%。本地因为各党拒绝和极右派来合作，第2、第3大党先谈判组内阁，想要伫无极右派的状况之下形成多数政府。没想到两党伫一寡政策的意见是相过无同，谈判失败。伫总统授权自由党党主席组内阁了后，各党嘛开始愿意合作。Of course, this is a crucial moment in Austrian history. It has never been the case that the Freedom Party had a chancellor. The Freedom Party was never as strong as they are right now. And of course, it's a difference if the Freedom Party is in the leading role, namely in the chancellery, as opposed to be, the minority partner in government. 自由党伫去年大选的时阵是主张爱对移民严格管制，除了要赶走所有非法的移民，佮拍算严格的审查本地是外国籍，但是已经入籍222的移民，互认为讲是伤过极端。不过自由党敢有法度顺利组内阁，目前阁有变数。那新一轮的谈判同款是无法度成功，嘛有可能规个调伫遐，甚至是停办国会大选。但是不管安怎，极右派伫欧洲的影响力扩张已经是事实。公司新闻右派准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洛杉矶透强风佮打扫郊区的高级住宅区回收处，火是烧未收煞，烧超过80公顷。当地政府要求民众赶紧撤离，即马有几啊千人爱赶紧疏开。这阵人要出去，消防队要入来，造成当地大塞车。美国前总统川普伫今仔日搁一摆警告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讲若是要伫伊1月20就一进前放人质，安尼中东就会发生灾难。目前以哈冲突已经造成超过45000人死亡，哈马斯绑走250个人质，严格以色列的军方是认为有的人质可能已经亡生。回答进前传出要伫台湾设海外总部，黄仁勋访问到这件代志的时，伊敢若简单回应讲，回答伫台湾的员工真济，若现有的办公室伤细伤下，回答当地找适合的地点，有可能会伫台北国际电脑店顶悬宣布一寡代志。镜头转来过来，继续关心刑事局即马抓到一桩爱情诈骗。这是中华诈骗集团合作，锁定40岁以上独身无结婚的女性，先伫网络顶悬和因开讲，再搁派台湾的查甫人和因约会，甲这女性骗财搁骗感情。目前有15个人受害，损失的金额超过4000万。目前警方嘛已经伫台湾抓到20个嫌犯。我是质疑是，如果不能成功，我不会了，不会再这样。网络上我知道看很多了。查某人讲到后甜，捌唔听可肯坚持花钱予网恋的对象，这种的爱情陷阱，即摆嘛出现伫两花强暴诈骗。警方暂开门入去，抄到犯罪的所在地，专门替对方做下线。警方调查，中国的不法集团先伫交友软体对国内女子花言巧语，敢若用通话甲传信息，因为惊实体约会会曝光，就找国内犯罪组织，专门派4张的查甫人去赴约，声音就算互人怀疑，就讲是感冒。最后一步都是吹空吹胖骗钱。锁定40岁以上的女性，由台湾这边派遣男公关跟这些被害人做实体的约会，包括吃饭啊、散步，甚至是发生关系等等，骗财骗色。除了爱情诈骗，警方嘛发现两花不法集团兼做假投资，骗人的方法真侪项。台湾至少15个人受害，损失超过4100万。这届逮捕20个伫台湾的嫌犯，只是关键的犯罪源头，也是藏伫中国。
两岸共打这样子的一个协议，虽然那个框架还在，可是问题就是说，它整个的一个状况感觉上就没有像过去可能这么样的一个热络，对于整个向上溯源可能会有一些的困难。对话早期集团的嫌犯是谁？是不是有台湾人？南方追查差不多规个长线。学者分析，一大原因就是两方做伙掠人的机制无法度发挥功效。只是诈骗本来就真多，万一是跨境联合，要安怎找源头打击，又搁加添困难。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议昨昏有针对南北两党的合作之下，三读通过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未来警消海巡因的退休金、退休所得的替代率上悬会当到80%。那边是强调讲，这是要来增加警消人员的保障。也毋过，民进党团即嘛是批评讲，安尼做是违反宪法，强调一定会实现。民间团体是较反对讲，若是安尼做，退休基金可能会提早破产。立法院会初期伫国民党团、民众党团共同提案，有人数优势表决三读通过警察人员人事条例修正案，加包含警察、消防、海岸巡防、移民甲空中勤务总队人员的每个月退休所得，伊的替代率应该照退休人员审定的退休年资，任期满15年的替代率是43.25%，上悬增加到36年是80%。向全台湾辛苦基层的警消，致上我们最高的敬意，就是要照顾退休的警消、移民、海巡、空勤等相关人员，更是要保障现职的人员。警察人员人事条例只是反年改的前菜，不公不义回来了，世代不正义也回来了。民进党团认为修法明显违宪，提出附带决议，注定不应该自请总统公布。不过，若被搁再联合反决附带决议，只是立党团总调郭建明表态一定会提实现。基层警察虽然对修法真赞成，也毋过认为应该爱搁较集中伫现职警察的工作权益，提高现职人员的薪资啊，或者是说尽可能让我们的劳务跟薪资对等，然后要减少那个黑班跟加班费不给付，这才是有效处理现职人员的问题。根据专属报告算，修法了后，公务人员退伍基金会增加给付668亿，国家本来年改节省经费加入差不多减少1093亿，财务报告恐惊增加到1761亿，退伍基金可能提早伫2049年就破产。民间团体嘛，伫立法院外表达反对的立场。我们非常充分了解警察的辛苦，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不合理调高所得替代率高达80%，让我们退抚基金加速破产。专属部长施连杰7日嘛表示，修法了后，基层警察月退所得恐惊达到74544块，甚至比部会商务处长较悬，创造差不多所有文官都无法度接受的级数，嘛破坏退伍制度的平等原则。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台在太阳能都灵柜的货车顶一仔伫虎尾交流道冰车，因为这只货柜内底载真侪锂电池，就烦恼讲安尼大力弄落了后会产生反应。厂商嘛建议讲，先唔通甲叮当，唔通甲刷。结果昨透早，一只货柜就火烧，一直到昨下晡2点外，火才拍花。到暗头的时，消防局佫赶紧伫现场转水降温，就惊火佫倒起来。消防署是表示，目前这个物件是无甲列做公共危险物品，也过未来会和相关单位来研究，看要安怎应用甲讨论。火位冰倒去的火车后壁冲出来，消防人员用机器人水枪一直甲火车喷水降温。这台载太阳能都灵柜的火车，7日中昼伫云林虎尾交流道路口冰车，因为规车拢是磷酸锂铁的电池，数量有3000多粒。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警戒，不过也是爱离较远的。里面有8组的那个除人柜。除人柜那大概容量是大概3000度，受到撞击之后会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那会有一些热能的产生，就是事故嘛，车辆事故嘛，对，就是我们那个电池。对，我们还在评估。消防局初步了解，这台货车载太阳能都灵柜，要为台中路南去分科工业区，不过煞发生冰车意外，因为锂铁电池若是弄到，有可能会激烈热反应，国家受损的状况不明。厂商建议卖刷车，初7透早导火烧起来，烦恼甲水会阁产生化学变化，互消防人员真头疼。
那也不希望用水来做灭火，因为本身也怕发生爆炸。那也就是让它磷酸这个锂铁的部分直接自然反应燃烧完毕，那我们做周遭的一个防护。消防局表示，火伫初七下晡2点16分发起，不过独联柜温度也是有100度左右，到尾仔嘛也搁伫现场待命，搁喷水降温，避免又搁倒起来。这个事故互虎尾交流道周边道路封路超过24点钟。这种的独联系统会用公路运输，是因为无伫消防法的规范内底。锂电池这个是一般市场流通的一般性商品，那事实上它已经是一个成品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就是并不适用我们消防法里面的公共危险物品。消防署表示，依照目前法规来看，这批电池互人当作一般废物，未来除了会甲相关单位研究加强规范，也甲电池类的救灾纳入抢救甲安全指导原则，减少产生其他灾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高雄林园有一个路口，逐摆到寒天的暗头啊，车路的电火条顶头拢会翘规排鸟啊，是几若百只影。规个车路会拢是鸟仔屎，毋若是造成环境无卫生，有的机车嘛会伫遮累残，害民众受伤。农业局即马准备要伫电线顶头抹一寡药剂，互影鸟仔毋通翘伫遮。不管是路面上，也是徛喺外口的壁面，甚至是路顶顶悬，四界拢会当看到满满的鸟屎。高雄市林园区的东林西路甲文化街交接的这个路口，逐摆若到寒天，都有一大阵的影仔来遮过冬。逐年若到这个时间，不管是店家也是过路的民众，拢真头痛，不时都会发生桥倒摆累残的事故。啊，这条路会惊无？会啊，会惊啥物啊？会惊滴到啊，滴到迄鸟屎啊。下来之后干掉没问题，但是冬天的第一场雨就会造成烂泥巴的那种感觉，就飘远了，然后车子骑过去就马上滑倒。现场鸟仔屎滴甲规世界，鸟仔毛嘛乌白飞，主要拢是因为电火线也未地下化，甲另外一边路有地下化比较起来，鸟仔屎数量就差真多。最近农业局嘛有来回勘，针对民众的反应，因除了会请环保局来加强摒扫以外，嘛会甲公所、台电来合作，进来进行处理。目前评估会在电线上面增加套管，或者在上面涂抹一种粘稠，而且会令鸟类感觉到厌恶气味的驱避药剂。今年比较少一点，去年更多，去年鸟更多。影仔过冬虽然讲是大自然的现象，不过因为对民众的生活已经造成影响，不管是电线外口增加套管，也是抹药剂。当地民众希望会当发挥效果，唔通搁附近定揽这款鸟仔屎货。记者柯江竹、柯教育采访报道。即马共享交通工具真死行，严格消基会即马就表示，有租车业者的 APP 内底要求民众要租车，唔若爱填驾照、名姓、电话这资料，搁爱提供银行口座甲一寡其他的个人资料。因是认为讲，这个人资料搁会分享互英港集团内底32个企业去使用。消基会批评，安尼有可能会增加消费者个人资料外泄的风险，而且嘛已经违反平等原则。此外，为着方便民众有当时会租起机车来用，不过消基会就指出，租车业者的 App 会收集消费者真侪个人资料，除了身份证、驾照、电话以外，阁收集银行簿啊等等的资讯。而且消基会嘛指出，业者和消费者签的契约内底，这款资料阁会互业者其他32间关系企业提去使用。消基会认为，民众租一台车阁爱提供这侪资料，已经超过租车的目的，应该要互消费者有权利通选择敢要提供。各自的收集部分，我们认为应该就是跟他你去租车的目的有关就好了，必要的个资，而不是全部的个资都收集。好，再来就是关系企业的这个部分，不应该是由他这边直接就是我们就授权了。因为可能赶着要用 App 都不会仔细看那些条文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对，这样其实好像不太好了，但就是习惯上都会赶快按同意这样。民众也表示，普通时赶咧租车，确实袂详细看合约写啥，消基会呼吁业者各自的授权应该是1对1的关系，若是要转授权，拢爱重新拍契约。也若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刷落来会请业者说明所有填写项目的必要性，加强把关分享资料的对象。公务局会针对小客车租赁这些业者的部分，
先请他们说明里面检举项目的必要性，还有那个分享对象，是不是符合相关的个资法的规定。另外，因为租车业者英国嘛有严重的个资外泄的情形，显示业者欠缺管理民众个资的能力。消基会希望各界重视个资外泄疑虑，提出保护消费者的措施，避免未来消费者的权益损失。也若租车业者针对消基会提出的疑虑，到这个进程还未提供回应。记者中国的谢桂玲台北报道。过无3礼拜，伫要旧历过年啊！即马台北市的迪化街已经有过年的气氛啊，各景点拢伊甲南北货拢传好势啊！台北市政府已经宣布，今年1月11到27这段期间，民众若是去迪化街办年会，虽讲是伫户外，也毋过是袂使食薰哦。若是有食薰，上当抓着会罚1万块。就要过年啊！台北迪化街年会大街，有一寡店已經甲年會擺甲滿滿，傳熱量比普通時加3倍，像香菇、烏魚子、干貝，來買年會人客真濟。頭家年無用咧收錢，伊講照往年的經驗，差不多對11拜六開始，迪化街的人客一天差不多10萬外人。1月11號開始才有人，開始人足多，一天到10萬人吧。不過以前大家來踅迪化街時陣，攏會聞到食薰的臭味，為了要讓民眾歡歡喜喜來買，閣袂聞到薰的臭味，所以台北市政府公告，自1月11到27這段期間，規條迪化街攏總禁止食薰，若無會罰6000到1萬。另外，為了要讓來買的民眾較方便，要免費的交通車通坐。為咗要民眾方便，甲這年會剛登去處理，台北市政府嘛有準備3條免費的交通車，會佇咧台北北門站出發，分別會甲民眾送到迪化街後站、華陰街、還有台北地下街這4個年會大街。整个的年貨大街期間都是禁煙的，那我們也會有相關單位的話做一些禁煙方面的一些稽查。今年是台北迪化街年會大街30週年，市政府為了要慶祝，甲台北市超過100間店合作，送真濟年節的活動甲好康的禮物，互民眾來迪化街，除了踅街買物件，也能享受到過年的熱鬧氣氛。公視新聞採訪報道。體大車餅，咱來看世界棒球經典賽嘅資格賽 A 組比賽，要伫2月1到2號佇台北大巨蛋舉行。咱台灣隊嘅總教練詹和區昨下晡就表示，35人名單這2天就會確定，但過年過會開始訓練。因若佇比賽進前2月中，有可能會承辦熱身賽。伫基布列經典動會分會兩來兩去，聽來自基布列工作室董事甲電腦監修的說明。世界棒球12強總教練詹和區備戰經典賽資格賽時難得輕鬆，因為凌晨35人名單的進度也不太順利。我們有設定的名單內的一個選手，我們都會去徵詢意願。但當然，現在目前處在就是說旅外的選手上面，必須要跟球團們上一直去做一個協調跟溝通。對，那可能近期就會有一些可能確定的一個答案。詹總講，目前這陣少部分旅外選手也來協調，這2日應該會當確定。除了隊長單腳限制外，球員全部換新。二全兩總教練及軍長，去年底已經正式安排到手，7、6日會參加資格賽。根據了解，喺美國拍球野手鄭宗德，進前攏表達高度意願，目前攏喺台灣，應該喺名單中。大部分是固定，那現在就剩一些小部分，那我們再確定，然後再去做協調，然後就是希望說能夠組成一個更團結，然後更好的一個陣容，這樣子。正賽前1周來舉辦那個交流賽，我們會有2場，像捷克那樣子公開的交流賽，可以賣票的。台灣隊預計農曆年後開訓35人名單公布。詹總表示，2月70還是2月中旬會安排對抗賽，慢慢來將整個隊形整理一下。蔡其昌表示，對抗熱身賽會以市民的票價回歸球迷。公視新聞採訪報道。地方放上頭來看過年過就是元宵，也若新北市的賓客天頂節會伫2月份舉辦。在地業者是表示講，舊年的天頂節是疫情過後頭一屆，景氣人丁看起來也無完全恢復，因是希望今年人會當炒，互因的生意搶滾。
天顶豆豆飞到天顶，真壮观。人讲南蜂仔炮北天顶，逐年关山附近办的冰客天顶节，拢成真侪国内外游客到场体验放天顶。今年的冰客天顶节要伫2月初8、2月12举办。在地上款讲，今年天顶节的商机，真有机会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标准。去年因为是疫情了的第一年吼，渐渐有恢复这个人潮参加了，嘛是期待啦，因为今年是疫情的差不多是第2年了。因为平常时即马规个区的这个生意渐渐已经是恢复到差不多一个袂歹的一个状况啊，虽然无讲甲疫情同款啦。拜二，新北市府也办记者会，宣传今年的冰客天顶节。虽然放天顶真水，但是天顶世界杯小村的天顶骨架本数可能落到山林内底，影响环境。新北市里好友义讲，活动煞果会举办净山活动，出动之间回收以外，市府也等咧设主题条例来管理。除了我们环保天灯在这一段时间都有在推以外，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平溪天灯的释放的自治条例，我们会经议会同意以后，我们会从这里面如何回收，以及如何来保护整个环境的优化。虽然这几年有新创团队发明全部纸做的环保天顶，放起伫天顶就会规个烧掉，无留本数。新北市府也鼓励在地店家使用，但是相关协会理事长王胜开讲，因为环保天顶规个烧掉会增加碳排放量，敢有真正较环保？大部分业者也是观望的态度。记者吴林竹凯新北报道。一来台南西港东顶拿保安宫的牛力挂灯传承240吨啊，唔那是西港挂香的传统灯头，嘛是台南市定无形的文化资产。庙方伫今年特别出版斗阵来唱牛力歌，要甲历史文化也各具灯头的团员的心声，拢收录伫遮，要互这个传统艺术、农村的艺术传承落去。查甫囡仔扮做弹角灯角色，那跳舞打灯，佮结合音乐，这就是台南东顶拿保安宫牛力歌灯的特色。早前做事人修行员拢会跳这做伎娘，传承到今有240吨的历史，也是各地民俗西港乡内底传统本灯之一。比方讲的式团去，这摆出册甲因灯头的创立历史、训练的点点滴滴，拢收录伫斗阵来唱牛力歌内面。唔系用式团去，要用心经营，继续传承落去。唔只用这本册来做纪念。讲到三个这个前辈交后辈这个家族吼，因透过因的家族的传承，将这个使命把它承担下来吼。我想透过这本册，咱看到咱这个东顶啊，保安宫牛力歌灯一整个的发展的过程。3年一考的西港歌乡保安宫拢会做牛力歌灯来甲千岁爷留结。庙方讲，早年庄头内底，大家烧正要来练习出阵，不过即摆时代无共啊，庄内八成拢是老大人，佮加上少子化影响，为着要克服传承的危机，因参在地国小合作推广，把世界到各庄头找囡仔来参与。牛力歌灯对阮歌乡吼算非常重要吼，伊参加阮歌乡嘛已经有100多吨，伊在伫公马宫的时代，伊就有参加。过去的像庄头的长辈。大家拢会晓学这个语言啊！我落来接这个牛力歌的时阵，我感觉安尼唔是办法啦。文化局我甲阮新杂料列入无形文化资产，每年也有迄个经费，我迄个叫老师，请老师来甲阮教。农村社会的传统文化，若无注重，就会渐渐失去。即摆东顶拿透过各种方式来保存，比方讲对今年3月开始。逐礼拜六，因伫庙埕拢有教学训练，都毋忘通甲这项100年灯头的精华继续传落去。记者李松台南采访报道。过年过是蛇年，新竹嘅本土语推广协会特别举办趣味的活动，教囡仔唱12生肖的台语歌，佮讲12生肖的故事。古代的兄，抓好白抓囝，石头有大囝，高龄下地命，拉抓好拉囝。欢喜唱12生肖台语歌，每一个囡仔拢笑嗨嗨。佮过无偌久，就准备要过年啊！
新竹本土剧推广协会特别安排活动，让大家除了做伙唱歌，还有12世秀的台语故事通听。听这个台语讲这个绘本啊，囡仔足介意的。我感觉自细汉就爱教因讲台语啊，无大汉哦，爱学就足困难的。因为要过年啊，今年是蛇年，所以讲一本甲12生肖有关系的故事。对，吼囡仔熟悉讲啊，12生肖为鼠牛虎兔安尼到猪要安怎讲，而且还有一条歌是12生肖歌，对，会使教囡仔做伙唱。明年是12生肖中的蛇年，老师阁特别传画笔，让囡仔自由创作，甲蛇穿新衫，画出因心目中古锥的蛇。协会指出，这个活动有配合文化部当日推出的台语家庭计划，台语家庭来参加，就通累积点数。协会希望透过活动，让更加侪囡仔自细汉就开始讲母语。互囡仔自细汉，甲爸母、甲阿公阿嬷、甲亲戚50，拢会使有这种浸水式的台语环境。这就是呼应即马文化部所设的计划。协会讲，新的一年开始，每个月拢会伫清华大学举办一摆母语故事活动，就大家做伙来用台语开讲交流，互母语会当伫后一代子孙继续代代生传落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因若会晓讲台语的囡仔，就亲像石虎共款爱保护。台湾的石虎，即马是面对人为开发的生存的危机，为着要建立互细汉囡仔嘛有保护石虎的观念，中华就有动物救伤农场举办石虎的保育课程，找野生动物救援人员来做老师，佮用台语来上课，带囡仔人认捌石虎的特点，嘛互囡仔了解石虎的生存即马是拄着虾米危机。一人画一只石虎，额头有2条白线，身躯顶的花草是圆点，耳仔后壁有白点。透过老师解说，互囡仔知影石虎甲猫仔有啥物无同。伊的头只有2条白白，亲像伊家己化妆品要互伊家己，感觉真水。一条含一条嘛，但我是感觉讲。若是安尼，这石虎是一点，安尼有啥无要家叫做石斑呢？石虎食无伊伫野外生活，伊袂爽掠无。石虎生活伫1500公尺的浅山，甲人类活动、种植等等相差范围真大。根据农业部的调查，这50年来，石虎的生态地至少消失8成，面临绝种的危机。伫咧中华有动物救伤农场举办石虎保育课程，教囡仔会晓去认石虎的特征，了解石虎的生活空间会拄到什么款的威胁。石虎这个物种，伊对我来讲是一个足特殊的物种，啊，我想要带囡仔来了解讲，其实咱台湾这片土地有足一种特有的保育的动物，毋过因即卖的生存是受到足大的威胁。爱互先互大家甲民众知影讲，遮有石虎，知影有这件代志最重要。石虎伊到底是生什么型的？因为有一个最特别的，就是伊甲猫仔足干的。抓了了，阮靠大调讲，互民众知影讲，你会使为石虎做什么代志去帮助伊。主办单位表示，过去民众常常甲石虎认作是猫，所以分辨因的无同是推动保育的头一步。互民众了解石虎，同齐关心因的生活环境，都是替石虎的保育尽一份心力。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阿尔巴尼亚的黑曼绿菇是即马互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去，共款是强烈侪种的名单，爱保护的物种。因为城市都市的开发，常常有即款菇伫路顶会互车去弄死。即马有保护动物团体，为成立一个保护区，毋但是加做当地观光景点，嘛带观光客来认捌保护即款菇的重要性。大只菇、细只菇，拍伫大草顶悬慢慢啊白，看起来是英鲜鲜。这是欧洲国家阿尔巴尼亚的中部城市戴亚斯一个绿菇保护区，地理保护和 IUCN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特别绝种的物种的黑曼绿菇。Te am bledet breshkëve nisi shumë rastësisht. Isha me profesion jam dhe guid, bashkë me një youtuber të famshëm amerikan. Duke bërë guidën, pam disa breshka rrugës, i kishte shtyp makina. Ndërkohë më kujtua, ai u surprizua me thonë drejtën, po i thash që ky fenomen ndodhe edhe kur punojnë tokat në fshat.
Edhe kjo është shumë shqetësuese për të ardhmen e këtyre breshkave. 过去几百年来，叶湾绿菇阁会伫咧平地行来行去，但是因为都市化的发展，开始调互车弄着交过。为着救这绿菇，阿尼巴尼亚的导游古扎和美国一个网青大卫霍夫曼，做伙建立救援中心，替这绿菇提供庇护所。但即摆因收集到的绿菇愈来愈多，欠收医和动物护理人员的问题，互因决定创建一个会当互游客和绿菇互动的保护区绿菇农场。 变做当地观光景点，而且有教育囡仔熟悉保护绿菇的责任。Duhet ta kishim ruajtur dhe duhet kishim marrë masa shumë kohë përpara dhe duhet ta përdorim si një fenomen për turizëm. Sepse këtë fenomen që të kalosh në rrugë dhe të shohësh i breshk, duke kaluar rrugën nuk e shef në asnjë vend tjetër të botës. 即摆伫绿菇农场内面，当中有100多只绿菇伫遮咧生活，嘛互农场所在地的戴亚斯村变做当地有名的旅游景点。真侪对阿尼巴尼亚首都蒂拉纳来的家长，拢爱伫咧假日的时阵带囡仔来遮感受大自然，而且互囡仔学习熟悉饲养遮的濒危的物种。另外，因为保护区嘛，请遮侪国外游客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即摆当地的农民做田的时阵，拄着遮的绿菇，嘛会真细致定安置。 少绿菇受到车的危害。公司新闻单词董编译。天气报道在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有19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2度。 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3度，上悬有25度。今仔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1度。外岛10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乡亲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リンドンは金を集めて彼の問い先を支援したようですよ。いつまで金が続くかだな。あいつから何もかも奪い取ってやる。